好多人咧，佢會問我，佢話生意咧究竟由點樣先可以開始呢？究竟自己應該做啲咩生意呢？甚至乎，如果我自己本身唔係識做嗰行嘅話，我可唔可以做到呢？咁嚟緊呢，我想同大家講，做生意你必須要經過五勢。五勢究竟係乜嘢呢？第一個係優勢。首先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有啲乜嘢嘅資源啦，譬如你有啲乜嘢嘅人脈嘅網絡啦，甚至乎可能你有啲咩嘅關係啦，或者政府上面有冇支持你啊？或者有啲乜嘢嘅專業資格啦，或者係技術註冊，諸如此類，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嘅資源喺邊度。有咗呢種優勢嘅話，對你做生意嘅幫助咧係大好多嘅。而第二樣嘢咧，就係講緊當我哋有咗優勢之後咧，咁我哋應該下一個勢係乜嘢咧？就係你要知道趨勢啦。趨勢嘅意思就係講緊喺將來嘅時候，你會知道邊一種係朝陽嘅行業啦，或者係夕陽嘅行業嘅。而朝陽嘅行業裏面咧，都會有好多種新興嘅行業包含咗喺裏面嘅咯。譬如可能係環保啦，或者一啲好高速度嘅嘢啦，或者係一啲健康嘅嘢啦，甚至乎可能係一啲金融上面嘅嘢啦。你要知道個趨勢個焦點，或者喺政府支持嘅方向咧，係走去邊度先得嘅。好啦，當你知道自己嘅優勢啦，亦都知道個趨勢去邊度嘅話呢，咁首先你就要清楚晒所有嘅嘢之後，然後你要行第三步啦，就係你點樣擺你嘅陣勢。而呢個陣勢，我哋可以用英文嚟講呢，就叫 marketing 啦。究竟我自己有咁樣嘅優勢啦，我亦都知道個趨勢係咁樣行嘅時候，咁我自己喺 marketing 上面點樣做呢？點樣鋪天蓋地呢？點樣成為喺市場上面嘅第一個呢？或者成為市場上面唯一一個呢？當你鋪天蓋地嘅一個陣勢去擺好晒嘅話，你清晰咁樣知道自己個生意係點樣運作運行，而點樣令到好容易被人哋清晰了解你盤生意嘅話呢，咁你就可以進入第四步啦。第四步嘅有啲人話：喂，會唔會係錢啊？點解呢？好得意，由頭到尾，你會發覺我講做生意嘅時候呢，原來錢唔係最重要嘅呢。咁我剛剛去講完啦，優勢啦。第二個就係趨勢啦，跟住係陣勢，而第四就講緊你嘅團隊啦，即係我哋講緊嘅叫做氣勢。一個團隊有好多嘅大型嘅企業家 CEO 佢都講過，喺呢個世界上面咧，唔缺項目，唔缺金錢，亦都唔缺人才，只欠就係一個靚嘅團隊。你嗰個團隊係咪一條心咁樣，甚至乎好似馬雲先生呢個18羅漢咁樣，一條心咁樣去做好一件事呢？每一個人嘅工作嘅分配會唔會係恰到崗位呢？佢哋願唔願意為呢一個嘅企業呢去邁進新嘅一步呢？呢個係好重要。如果你個團隊嘅氣勢都冇嘅話，之前你有嘅三勢基本上係等於冇用噶啦。而最後啦，當四樣嘢都齊備嘅話呢，咁通常呢第五樣嘢呢好得意啦，就會自己走出嚟嘅。呢一個呢，我哋就叫財勢啦，即係話金錢噶。當你有資源啦，你有經驗嘅人啦，有好嘅團隊啦，亦都了解咗趨勢，亦都將成個佈陣佈好嘅話呢，基本上就會有錢或者係有一啲嘅基金呢會走入去你公司裏面啦，去投資於你嘅身上。咁究竟一盤生意裏面，如果你同我講調翻轉，我乜都冇嘅話，咁你又試下諗下啦。如果你又冇資源冇優勢，你做緊嘅嘢又唔係趨勢，而你又唔識得擺陣勢，團隊又冇氣勢嘅，就算有錢呢，都會輸死你嘅。